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嘅日頭下熱講講。大家都知道啊，台灣之光李安有部代表嘅作品《少年派》嘅奇幻漂流，唔但止啊得到奧斯卡獎嘅票房嘅成績咪以好哦。唔過呢，人嘅客中之光日頭哥咪唔會炒，佢啊咪推出嚟奇幻漂流嘅大作品。誒，到底係乜嘅東西呢？叫落去談看啊，就知了。你講gì啊？有一件事情，我想去請教你。唔敢，你條哥，像我按照項目呢，你有乜嘅事情需要請教我咯？話咗唔這樣講，將我哋四面包學問太嘅人，下巴咪會有懵懂卡到，韓國啊鼓勵唔到位數啦。講下有道理啦，唔過你條哥，人家懵懂卡到，然後鼓勵唔到嘅枕頭，係咪聽到地位啊？唔等於物解啦，你阿都係學問太四面包嘅人，就會有個特點。人家特點吼，我知道無堅持。因為人家四面唔拉包，故所無法度理解啊。好啊，嘅故說一下人家四面包逼逼的太學問家，有乜嘅事情想要請教我呀？我想要請教你吼，做嘛弟弟下社會行，請有實體結婚，三無實體離婚咯。啊？有乜嘢？差唔多，連呢個按價位嘅人吼都唔知答案，我看呢個問題哦，讀到壁咧。萬一唔愛啊，你好掂掂的乜樣事情鬼曉得呵？再講萬一細胞閒閒去研究呢種事情的呀？人意思係講，只要有時間本去研究，你就會有答案。當然啦，我也就有答案呢。樣子都有了。答案就係吼，你呐只有歡喜嘅事情，我想到大家共下來做；跟冇歡喜嘅事情，就冇人會想到大家共下來做嘅啊。對，人家意思係講啊，結婚係一件歡喜嘅事情，離婚係一件唔歡喜嘅事情咯。冇上唔係係？當然唔係啊。跟我就談看啊，人家四面按包嘅人，係用來分析一件事情呢。講簡單，比方講戀愛，係一件非常歡喜嘅事情，錯冇？當然啦。唔過啊，啲戀愛中嘅人一談到講要結婚啊，一下就會嚇走一般嘅人。咁有樣？哎呀，絕對有樣嘅呀！一下嚇走一般嘅人，我係少講到嘅咧。就算一下嚇走一般，點解還有一般係冇嚇走啊？咁一般冇嚇走地位嘅一大班人啊，咩來唔殺嚇走，就係本人別婚嘅。別婚？別婚咧理由當多啊，咩說來別說麼就說麼，別說來理由唔知係想啊。想哦，確實係要當到無奈何嘅啦，嗬。故所我講啊，結婚唔係一件絕對歡喜嘅事情。好啦，你講得有道理啦。就算結婚啊，唔係一件哦絕對歡喜嘅事情。跟離婚仲係一件當唔歡喜嘅事情啊。離婚做嘛係唔歡喜嘅事情？跟你講啊嘛，惡化嚇。唔係惡化啦，你想看啊？結婚既然唔係歡喜嘅事情，佢有法度攞佢結束睇唔歡喜嘅事情，咁樣會唔係一件歡喜嘅事情咯？而家3年吼，抗思念最威啦。唔係講係抗思念啦，我講啦，你話高明嘅論點嗬，全部都係發自我心肝度層出發出來嘅。係真嘅冇了解，人心肝度嘅神出係樣嘅上嘅啦。冇了解哈？冇了解。係啦，我講，我心肝度層出嘅想法就係我愛離婚。你平常時離婚啊，見掛到最後啦，乜嘅時間要走到人心肝度嘅層出去啊哈！就啲我結婚嗰兩時啊，就層層埋啲我心肝度嘅層出了。你頭哥，我講一種話真係當臭過呢，就係了解阿嫂嘅對你真係當好呢。對我當好？係啊。好啦。就拿着比方講一條老虎嚟講啦，佢多見下無腦係完全洗體去，硬算對我當好啊。老虎唔，正確嚟講嗬，係老虎嘛。你頭哥真係懂了手呢，佢咁樣按啊。係喲，不管惡唔惡，老虎呢，
佢枪定啊面頭只茶馬蛋哦，你就給嘛皮胖胖去啊，面泡胖了。我看到一本是樹強的啦。哎，暑假尾冇好啦。佢倒帶對做物件喏，學到安樣啊？哎呀，一言難盡啦。唔過你阿對我都冇創業嘅啦。因為我已經勇敢做出我嘅決定咧，我離婚咧。這事情好好想清楚哦。唔是想清楚，我想嘅假什麼，我想當清楚咧。你跟倒帶想清楚嘛個呀？我想清楚嘅就係不管你條老虎要結惡，只要我唔好攞佢帶到強人籠嘅度，佢就真係唔好。見真見攞佢準做老虎賣哦。錯。唔過見咩真見嘅老虎嘅啊？我諗唔過，你條假老虎比個真老虎下條惡錯。好啦，不過係真嘅假呀結惡錯，唔過人家就。仲還有做得強下相處嘅方法啊，做嘛一條唔係都係用離婚咯？唔是講嘅啦，我冇一個以父謀皮，養父為婚咧。那學來以為冇嘅生意啊嚇？冇法度啊，我四面包出口成章。好啦，唔是得個短短句就自己有學問啦。不過話又講真啦，我13年嚇規矩，做事情嚇老當嚇死板。老古年咩講得當好誒，兩公婆嚴格，然後欠貨冇欠利，故所以頭哥我欠彎咯。好嘞，唔是欠彎啊，我已經決定啦，我唔但想決定要離婚，我還要起帶頭作用。哪個帶頭作用啊？我自家先嚟離婚，離婚咗以後，組織其他婚姻嘅受害者，大家共同嚟支持一個行動，大家鬧鬧熱熱，共同集體嚟離婚，徹底離開嘅陰影，重新得到自由。你見唔到個亂面呢？阿仔，你批評講得實在很好啊。錯啊，梗係錯噶。我諗講啦，其實當到偉大嘅事情，忙成功以前大家都會少講嘅惡巴巴。人家批評完全就係一般人嘅看法。俺批評唔錯嘅哦。冇相干，啲唔錯就好。我啲人呢3年較死板較老實啦。故所我替病嘅集體離婚唔可以讓酸菜類。哎呦，按自說，什麼唔講講啊？唔過呢，等替病離婚成功以後，我有經驗未啊？我絕對本替病離婚本綁頭像，開離婚嘅替衝，中央唔按風聲。等下，咪人講我離婚啊哈！哎呦，機會難得呢，行過、看過、談過，千萬唔好錯過。我講一下冇生意啊，我啲離婚嘅頭像真本人老公綁走去了。呸！你按好淡嗬，你死冇命嘅啦！你看到冇？你阿生意很煩哦。讓我屋下嗰條老虎嘛，窮樣，自己唔願做嘅事情咩唔係啥做啦？我老娘本人係窮樣啦，唔講係就唔係話，佢係顧全太強。顧全咪個太強？家庭就係太強，將係度全部。家庭就像一條船咧，老娘本人就坐到兩條船檔啊，一船係講沉得起嘅，哈哈，萬人就唔是想愛上。我啲個客太客死，呢個客萬人啊！我哪有客太客死客萬人啊？我係打個比方，主要老人講啊，坐船呢就望船行，平安都講好。錯啦，前一步嘅啲離岸唔係幸福天樣嘅，很多少年派嘅奇歡漂流，你有看過冇？有啊，咁樣啊？知道啊，也不天樣，這你就基本看的啦。會呢？是咩啊？係啊，因為有個神法嘅狀況正經講到底老人講窮樣。你話講咯。嗱，記得嗰部天樣嘅內容冇？我記得啦。佢主要講一個後生條嘅很多少年派攞一條老虎第一輛嘅救生船當過啲太海漂流嘅故事啊。錯噶，嗰船呢就係人家就會木卡。就係少年派嘅老虎嘛，唔是講就係人本樣啊。等下，什麼講我嘅家庭我本樣，講樣係老少年派咁樣。你用啥正經講窮樣啊？咁樣嘅窮樣啦，其實我無所說
哎呦，慢还比慢还唔害怕，我还讲个处境啊，做得讲穷样。嘿啊，当然啦，你看今日也输到太风太浪啊，跑来跑去，随时会沉太得算呢。唔係老人家風風雨雨、吵吵鬧鬧，隨時會離婚破碎嘅家庭窮樣誒。咁樣咯。還有啊，你當年人哦卡卡嗬，隨時會失停人嘅老虎誒，唔係人心肝肚認聽人本樣嘅樣相誒。對，我講到樣相哦，佢冇窮樣，嗰條老虎哦，邊個本樣哦，下架車。再講啦，個少年派，佢當年面對老虎誒嗬，驚擦擦，像行病講過河巴。就像我當日看到人本樣啊，心寒膽準，起初唔吃，肉灼灼嘅食相窮樣。處境是多少窮樣？咁樣啊？樣啊，你都一地方喺度學習吧。唔學習嘛㗎？唔學習人家係樣嘅相處嘅方法，見到老虎係樣嚟過日咧。哎呦，咁有乜好學嘅呢？你學嘢樣作嘅，本老虎嘅事啦，有老虎一咁痛，知道佢對佢當好，就冇按惡嘅。誒，你就做得學嘅樣做啊。乜菜？你話到啊，所有嘅老虎都好識嘅啊！我下街條啊，佢都唔識嘅。再講啊，個幾條嘅天天結婚滿足啊，下家唔是講乜咁痛。誒，跟住托哦，而家喜歡嘅東西啊，想辦法咯來滿足佢，本佢吃到講哦啊，有你真好，冇你就做唔得啦。冇好，你唔了解啦，有條老虎哦，唔係嗰條老虎啦。誒。冇做你我啲冇好啦，你學人家嘅少年派吼，3萬堅持啊，嘅時間久嘅吼，一定有效嘅啦。想想係真嘅冇簡單呢，227日啦，當日老老虎嘅奇歡漂流，要按改嘿。乜咁冇按改？唔講緊少年派啦，老個老虎啊，227日嘅漂流按到叫啊，係啊，跟住老虎有35年，佢當自己嘅國母車推叫。唔按欠啦。乜咁唔按欠？我根本都唔係啊奇歡漂流，我係奇怪漂流。哎呦，你頭個既然就堅持按叫，你有冇繼續堅持下去呢？繼續堅持下去，繼續等那個老虎啊，細男嘅嗬，躲唔掉，就讓佢曬天咁感染咯。唔放心啦，老虎誒唔會生，因為啊佢啲當寵藥。你啲人乜解啦？佢叫嘅級別還會跳橋，佢老虎嘅級別我幾分鐘嘛？我有冇啲啊？哎呦，唔知假都唔知，我向我男人去賭。希望按樣啦，我喺面去問李安，而家了解老虎誒，問佢講，一老虎係幾別乜樣誒，好唔好？好咧，唔好再個拉提到李安。我老講啦，李安嘅少年派嘅劇情哦，向理想化咧，老現實嘅社會哦，現實嘅生活咯，完全對唔到。樣係對唔到啊？哎呦，這個劇情係。個少年派啦，嗰條老虎漂流227日以後，到最尾啊，嗰條老虎跳那挖都冇挖落去下走去了。係啊，唔過啊咯，不要叫我35年嗬。樣誒，佢係唔識啊。你聽下，熱公公。基本上一講起，我老太家講嘅老姑娘就係啊，看戲愛睇戲文，太醫做人愛曉人情義理。看戲愛睇戲文，太醫做人愛曉人情義理。廿句話係用看戲來做比方，老太家講啊，做人一天啊要通情達理。看戲老做人有乜相干咯？假嚟我問啦，唔好看戲冇？普通啊，我簽到條連續劇。做乜呢？比方講嘅8點檔啊，大伯唔係啲嘅學堂，就係啲嘅咖啡堂，冇就啲嘅辦公堂。佢講宿舍裡哦，較高一些，就開始烏龍怪氣，以後大把種，以後鬼唔講嘅，做2、3百先，還做唔乜順呢？哈，也就人講嘅呀，廢戲土旁。嘅幼小劇就很看唔是講了，嘅促銷鴨，佢講讀到又有錢又賺錢嘅研究高頭噶，一下就變做天鵝，飛到樹當做鳳凰。呀，啲現代嘅神法，絕對冇可能發生啊！咩唔係講完全冇啦？真正嗌唔是讀過啦。故說按樣你就唔好看戲。咩唔係啊？嗌好看天人，
就像李安嘅作品啊，少年派嘅奇幻漂流，像係嘅視角，成個嘅氣候就得到當當嘅國際大獎咧，看來真係有得地哦。既然啲少年派嘅奇幻漂流喺度講乜嘅冇？我知啊，最咧少年按做派，有一條老虎啲順風漂流嘅故事啊。撒下來咧。就係你啊。就按樣。唉，也就人講嘅呀，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乜嘅意思啊？講外行啦，也少年派嘅奇幻漂流啊，係透過少年老老虎誒，到船當相處嘅故事來表現啊人性、老書性，也同樣老無同樣嘅地方。也地背啊，唔單止係技術咯，還有當道嘅道理啊，本人來思考，故事也出去啊，當本人按學咯。有暗沉哦。我都冇發現呢。當然啦，故事啊，看戲唔做唔得講，看過哇，也演員上得好看冇啊？也演技有佔到冇？個故事個內容到底係真嘅呢一解啊？也睇好係沒有想你啦，做唔得按樣看，主要啊，我看透個地背嘅精華，就要講對人生嘅體會啦，做人做事嘅道理啊，對啦，呀，真係看戲嘅內容，真係充電。當然啦，也看戲老做人係同樣嘅道理。又係乜意思呢？比方講好嘅啦，也學教嗬，跪天唔上課。做唔得用手機嘅，結果唔就用嘅啊！人先生啊，就欠翻100、200，唔閒係用嘅，唔通花哦。結果先生就冇數人手機嘅，教官係記人嘅歌，還同啲人咩來學教。一聽洋蔥嘅啊，真嘅哦，一些年輕義理都唔知哦。講緊乜嘅話？唔爭唔啲年輕義理咧，呢個咁差幾多呢？乜解？我手機嘅，本來冇數嘅，還記過呢，順時按他，還會挨咁差幾條哦。當然啦，係咪為咗一本專心上課，咪攞做壞人啊？再講啦，係講唔曉得乜個人都年輕義理，你就會了解唔係記得唔曉得年輕義理，係為咗唔好，冇法度唔違背年輕義理，按樣嘅年輕義理，冇爭唔咁差幾條嘿。我未糊塗啊，一都係乜意思呢？乜個意思？係唔一就記得啦。看戲愛睇戲文，太醫做人愛曉人情義理。看戲愛睇戲文，太醫做人愛曉人情義理。一句話嘅意思就係講，看戲劇嘅時節，我了解戲劇嘅內容。同樣嘅，喺人生嘅舞台上啊，咪要遵守呀人情義理。我呢有一個朋友，佢看電影嘅時節，一下係去片所，一下係來條講天話，佢電影都做熟嘅，冇佢做嘅乜嘅，佢完全都唔知啦。還有啊，佢按同來同去，冇禮貌，還搞吵到其他人咧。我看哦，佢真嘅要好好來學習日語，看戲愛睇戲文，睇戲做人愛曉人情義理。接下來嘅節目內容非常精彩哦，接落去睇看啦哦。只有盼古開天來，上座唔知挨錯台。新弄大地唔覺人，強戰梅兒來吞海。依山倒海冇勁氣，喊石吞海仗厲害。西山嘅石子得到東海變天就冇眼居。做板越打講本面，講越出，先為天海。上座，新弄大地介紹台，石界公主何人猜？年年講機望旁繞，接唔嘴，新年看到叫人愛，木咪萬萬從無力，木柱太太為講話。跳那麼匆匆化中線，過了好心菜，
因是组队兼做班，唱歌跳舞红红喂。我家门的公主今年有几大？佢2年长有18岁。哦，人講啊，個一家有500家口，每人白米上水來，沙沙上食天鵝肉，個上食街什麼眼句？有人半路愛了機，公主幾時馬機唔地水？對愛嘅後生阿哥不嫌多，愛滿當副隊長何來？有錢公子幾麼愛，今年不下天也愛。家爸當日愛上班，家妹狂見強羅梅，也愛冇閪時間機，公主當日冇人陪。有人日，公主行到屋後背，看到沙灘並大海，海水連天天無邊，見看大海心境開。長嘅是條好鋼劍，3半年是記潮來。要看世界唱山歌，去信鋼劍記前愛，去人群群接過來，去風涼涼慢慢吹。上上看到不動愛，上是捍衛通夢水。6月時節熱伏伏，去賭舊水機未為，米水底仲冇喺掉特行內行唔未碰街居，舊難幾時到地方錯，長條山歌定浪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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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忽然間，鐵氣鐵通撈起來，天變鐵力太在海。哎呦喂，阿妹愛！放九龍扮天歌，上天砍下唱無蓋，風鈴風碰飛唔走，公主坐江跌落海。鐵通過鐵龍平靜，不見公主倒轉來。花一聲，海島戰連傳出來，背上背下唔行走，戰會生生警教天悲哀。原來公主上拉愛，盡講是鐵未愛來，當很海浪按摩清，化作戰回來吞海。既然談東海冇錢海愛是鐵不應該，佢就是愛將東海吞鐵論九魔在海。佢發現有時有日東海變天中錯妹，佢嘅心當日喊定殺子背來吞東海，佢希望吞海為天經濟咩好大發財。愛吞東海冇眼蓋，拄到困難愛派開。正為當日是43，感受喊殺飛轉來，跳落大海變沙灘，沙灘發錯好種菜。大早出門暗夜轉，艱苦上社機摩推，聰明富阿強話機，好乜嘅事苦來吞海，計冇人冇也為咩事，大塊身體未冇踩，白路有咩強話機，東海安泰吞唔來，人生唔是太過咯，聽愛唱歌愛上開。正為小講，新夢大家學羅梅，愛地吞海冇眼蓋，愛是大膽要硬講，感冒兩幫打對台。正為講鐵，幾時山日也冇天喊上來，佛理花乾應陰，唐講正為眼厲害，實實排煙幫正為天小通地吞東海，東海上天嘅故事，流傳到今千萬代。錦鯉天海嘅故事啊，真嘅係又奇異又感動人哦。一般人知道用石頭去吞海，就像跟戇狗愛咬竹竿骨咁樣啊。雖然也可以來係件動勢嘅事情，不過啊，卻有一種堅持唔放棄嘅精神，有一種信仰去上網打拼，總有一日一定會有成績的。唔要講錯誤啊！觀眾朋友，嚟到嘅節目就會結束嘞，我記得哦，下個禮拜同樣嘅時間收看我哋嘅日頭下熱講講。